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，有82%的上班者拢认为讲 AI 会取代家己的头脑，尤其30岁以下的少年人是上界烦恼。不过嘛是有人利用 AI 家己创业，发展甲真好。 26岁 Peter 本来是伫设计公司做设计师，因为健康的原因辞掉无做啊。一摆机会接触到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，互伊决定家己要创业。伊结合画图的技法，互作品诱导的程度会当超过1亿上诉。风格是南非嘅动物文化等等，伊个要卖出115万的图。我在截取当中，精确的元素是什么？可以提供我来做创作。那可能是说，我可能本身学习过花艺，那我的作品当中就会融合说，花艺的元素在等等。生成式的 AI 讲的都是机器根据资料库去学习创作，生成一个全新的内容，可能是文字、图、音乐，还是影片等等。这种先进的科技，嘛会当互产业升级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有82%上班的人认为讲 AI 会取代工课，有5%是惊家己的职务会互 AI 取代。尤其30岁以下的少年人上烦恼，因烦恼互取代的无安全感是上强的。 AI 现在能够处理的还是比较接近基础的工作，那年轻人多半做的是 entry level， 或者他可能只是当小主管的部分。但是，一旦你到了过50岁之后，你可能就是身兼管理职，你要处理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人的事情，比较复杂的事情。专家讲，虽然讲 AI 的应用是取代一寡职务，但是嘛有真侪新的工课出现，真侪职位同款是需要人类的创造力，佮需要人和人交往的能力。上重要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和机器共存的能力，做伙甲工课做较高效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